马白沙屯的马祖，昨尾仔行到中华花坛的时阵，是指示这个队伍自驾伫一间的车厂。这个车厂的员工是有够痛的痛，赶紧来接驾，嘛请附近的民众排列来拜拜。信徒俊期待的这个白沙屯的马祖甲大甲马，是毋是有机会来相拄头呢？讲真有希望哦。 白沙屯马祖进香队伍行到中华花坛，伫一间车厂前乱叫喊甲真大音，刷咧一前一后冲入车厂。马祖决定要伫遮自驾，员工有够欢喜。这是我们2013年第一次来度假以后，我们第二次白沙屯马祖来我们公司度假，我们很期待，今天终于梦想成真。 这间车厂去年捌发生车失控的意外，造成一死三伤。代志发生后，白沙屯马祖进香经过，佮专工入厂洗一脸，秘书实体车厂消灾解厄。佮伫遮自驾引起一个民众排列拜拜。开1个多小时，平常都在苗栗比较远的，这次刚好就离家比较近的，一定要过来。值得的啊，因为毕竟1年1次而已。 白沙屯马祖进香的路线无固定，想要伫倒位自驾就伫倒位自驾。这摆信众真期待讲白沙屯马祖甲大甲马，敢有机会相会来看这个路线图。白沙屯马祖今日日透早5点为车厂出发落南，若是行台一线会经过中华大村，9点左右到宝岛。 过道会到群里面西里镇，若大甲马的路线是固定的，透早2点为嘉义新港洪天宫上北，早起8点到群里面虎尾过道嘛到群里面西里，所以讲信众拢真期待上马会使相会。